不好意思，这边是东森电视台。记者，谢谢。方便够了吗？跟他们领钱。好，这彩排而已了。好了吗？不是了。好，待会就鬼户演唱就好了。好，你们辛苦了，真的。还要拍一个。郭富城的。哇！对你爱不完。郭富城的。郭富城的。